赖品如跋倒，甲记者来起冲突，甲记者喊话，为什么要甲我杀？这个网红馆长陈之汉马上来拍影片模仿，搁伫涂骹来编误练，是引发到热烈的讨论。基进党的立委参选人吴欣岱就讲，赖品如是真正去跋倒去，但是煞互馆长拍片、甲亏、甲起笑，这根本是无尊重女性。他怎么回答？为什么要推我？我没有推。为什么要推我？没有人推。为什么要推我？馆长陈之汉抛出这个影片，引起真侪人的讨论。为什么要推我？哪一台的记者？这个画面甲民进党立委赖品如伫采访时跋倒，甲记者去冲出的情形真成。身为有公众影响力、声量非常高的这个意见领袖的状况，竟然可以挟着他这样子的网络言论来去霸凌、欺压别人，他摔跤是确有其事吗？竟然还可以这样子去嘲笑对方，其实我认为这已经失去了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观念，跟一个公众人物应该要有的公众影响力的责任。台湾基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欣岱伫批评讲，这根本是无尊重女性。馆长甲赖品如毋是头一摆交锋，馆长捌批评赖品如 cosplay 伊穿插呢物化女性、物化动漫，引起战火，嘛捌伫面册打出伊本身摕着白纸的相片。考西七一六游行牙白的女学生是职业学生 A 四小队。一向在面对强权，面对到比方说男性或者是势力比较强，像郭台铭啊这样，他其实大部分都是采取这个比较顺服，然后比较顺从的这个姿态。可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像716游行的女学生，然后我或者是赖品妤立委本人比较欺善怕恶、欺凌弱小的态度，就是陈之汉一贯的这个做法啦。赖品妤这一个跋倒，毋但引起政界攻防，这个模仿的影片更加引爆女权争议讨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